没抓好了，没熬先杀了。我也杀了，明面脑奶奶杀来，我都人家杀把没废话里面。不知道我马那么走，没找没拿出来。那我们叫他们收干嘛？哎呀，要家姐明天再明天没收家卡够没？看看的话，老给你宰。我那么走，没收回来，没收回来。收多嘛？我现在那这里面没收回来干嘛？哎呀，没收回来干嘛？哇，人家收回来干嘛？他我没个来别的，要家来了收了开来。好嘛，太去了。没来别的没有变不了我话。我们叫了你用俺拖的啊他没拿我拖的，来。拖啊我，双手也没搞着，你把那个叫双手也俺妈过。他不要我阿别了别的，没搞了没搞了，把别的。他叫了两个给了没有？我这个土嘛，我跟他们的。土嘛，我这土没有，我这个土。你不老实的洗了嘞，买外币多少钱了？外币多少钱？外币买个币来就出来了，拿来。